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暗晚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平仁。这2天，大家上注目的就是郭文铁。咱来讲，将火归山随主义，司法真操防怀疑，行到这是4分5厘，也是司法正义。郭文铁，互咱社会思考真相甲和解是啥物？今仔日好好来讨论。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，头一位立法委员吴国昌，中和永和区的主任陈怡君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暗晚大家好，我是怡君。那么第2位是职业律师陈佑新。大家晚大家好，我是陈佑新律师。那么第3位是政治评论员吴文基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那么第4位是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民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那么继续，咱就来关心民众党前主席郭文铁昨下交保，随时呢就公开批评着总统赖清德，讲伊分裂着国家。总统府回应表示，无要接受唔是事实的抹黑，佮强调攻击总统对厘清事实是无帮助。外界预测郭文铁可能会参选2026的高雄市市长选举，甚至在2028年南北合会做伙来选总统。总统怎么看柯文哲说你让台湾4分5裂？面对记者的话话，赖总统无回应。民进党前主席郭文铁找到交保了后的讲话，唔若控诉是冤案，佮点名赖总统和国家分裂。不过总统府中心未对司法侦办中的案件评论，但是嘛未接受唔是事实的这种抹黑。台湾是一个民主、自由、法治的国家，用攻击元首或者是污蔑司法的方法，无助于厘清事实。有没有污蔑哦？公道自在人心，抄家灭族式的想要摧毁民众党。总统府他们的发言看起来就像是7月鬼话连篇。郭文铁交保了后，后一步要怎行？未来南北合安怎布局拢真受关注。真正担无郭文铁点头答应南北合的好友谊，是希望探讨司法出什么问题。我想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希望借着这个事件，大家好好探讨我们司法到底出了哪些问题。2024南北合是破局，外界关心2026地方大选南北安怎合作，甚至2028总统大选，郭文铁敢会去配国民党的人选？媒体研究预估预测郭文铁有可能投入2026高雄市长的选战。同款想要选高雄市长的哪位郭志文认为讲，南北嘛是爱集结。蓝白绿都有人出来选的话，那我可以保证高雄起码有2%市长是新科的，蓝白也势必是要合作在一起。国会经过1年半的折腾，柯文哲主席是否有机会趁新会期改变这个态势，有别于过去不一样的蓝白合？那人士希望南北集结的声音是无断过，一直方认为讲是选国民党主席潜在的热门人选，嘛方点名讲若出线，可能对南北合不利的。前台北市长郝龙斌找到讲出有意愿来参选国民党主席，但是嘛是爱含赵少康协调，看谁出来选，嘛认为讲若家己当选党主席，对南北合袂有负面的影响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咱大家看这个新闻吼，其实伊讲了真侪项。第一就是攻击批评总统这个部分，总统有回应，这第一。第二，关于到伊后一步呢，咱两后再来讲。咱先爱问一个问题：民众党前主席郭文铁一出来攻击，或者是批评着赖总统，这对伊的官司有帮助吗？对于策略上，或者是对着事实的厘清，敢有法度？如果咱咧套一句话啦，你假困的人你叫袂醒，假使若是司法不公的时阵，是假困的人是叫袂醒，所以你甲正义甲讲安尼敢有效？还是讲规矩放一把火，甲法院人烧去，敢是安尼？而且第2个问题歹势，我问题较济，就是讲民众党的发言人讲，你要毁灭抄家，但是我看这民众党
佫真勇啊！就主任，你哪佫真勇啊？而且愈来愈勇啊！敢有去用抄着？恁的感觉？首先来爱先讲的是，昨阮国民党主席一出来的时阵，上重要一项代志，伊上头先讲的就是感谢遮的支持者。嘿，是。这是伊头一句话。也袂散去啊。嘿，讲实在话就是。所以你民众党敢有用别去？应该是讲伊想要灭，无问题是无灭着。所以嘛，所以我们才会讲，在策略上，如果乃是赖总统主事的，安尼伊就是大失败，是吧？要安怎讲吼？咱即马若是讲，你即马讲，咱无证据讲是伊主事的，甲大罢免共款。这嘛，大家讲啊，毋是伊，也是伊，这大家心内拢有一把尺，大家心内拢有一个观点，会使想讲，这到底是啥个主意？啊，咱即马讲出来是讲，对阮民众党来讲，即马郭文哲出席出来了后，伊讲的，甲我主持人问的一项代志是讲，啊，真正敢有不公？对阮来讲，因为这差一年啊，伊只用压一年啊，压一年这时间，咱看到的是，今仔日。关于金华城，这个金流1500万，检察官讲的问题是，伫咧对，钱伫当时开，钱到底伫对，拢无看到。过来就是讲，经过这半年外的法院咧审理的时阵，10几个证人，10几个拢讲绝对合法。问题是检察官讲啊，你有罪啊，所以我个念罪。咱的彭胜生副市长、邵秀佩。伊重点的证人拢讲，我是感觉合法。问题检察官讲我有罪，我甲认罪。所以是安怎？阮对阮昨来讲，郭文哲主席出来，第一句先感谢支持者，第二句伊感觉不公的是讲是安怎？咱即马啊，咱的书，因为小咱律师会当来甲你，甲你倒解说啦。我实在是，因为你家己先讲啊，就是讲你无证据，无这。总统主事者一个证据，也是合理的怀疑，但是公道自在人心。那么，这个怀疑还是咧个批评，目的是啥物？目的是要让民众大家拢来支持民众党啊，下一次选举会当选较好，是安尼吗？还是讲目的做单纯？为伊家己的。认真的不公不义来发声，伊心内感觉伊无做，阮嘛相信伊无做，所以伊为伊的清白来发声，这是阮昨上看到上重要的。过来，伊昨第3点讲的代志，伊讲的是讲，伊发现伫咧牢内底羁押禁见的迄个环境足歹的，伊其实对遐的人，伊嘛感觉咱应该要甲争取福利、争取权利，因为讲实在话，伫咧羁押禁见，伊毋是有罪呢。伊是讲啊嫌疑犯尔，迄毋是真正定罪。但是伊讲看无日头，嘿，啊，逐个都讲无咯，伊嘛去坐过啦。同款啦，一淡薄尔，迄甲咱即款日头，甲我拍只乌无共款啦。你敢看伊出来，伊手无白白。这就真有小麻烦啊！你去，人都讲看有日头啊，哪会讲看无日头，拢拍无日头吼。这先咱停在遮，我请律师来甲咱讲，就是讲论过。我知影，民众党的支持者一直拢讲金流咧，金流咧，金流咧。我即马印出来，我制作人有印出来。这个起诉书内面有4条，4条罪啦。一个是贪污治罪条例，违背职务收受贿赂，啊，第2个是主管监督事务多利罪，第3条是。公益侵占罪，公益侵占。第4条是背信，是。这其他3条也未开始咧哦。唔是安尼讲哦，拢已经开始啊。即马其实主持人讲到讲，另外3条还未开始，就是某种程度，就是因为柯文哲伊即马即款讲法，互大家误解去啊。这是一个误解。这4条罪拢是咱即马伫审的物件，是安怎？柯文哲。就敢若讲到讲什么1500万，咱先不管这点对唔对，伊先敢讲这，啊你要回答一下无？即寡什么300万、脚踏车200万，这个物件的钱是毋是公益倾占？是毋是公益倾占？咱会无回答这个问题？你咧讲
无罪的时阵，你认为家己无罪的时阵，检察官起诉书4条罪，你敢若自头到尾拢咧讲1500万，其他300万、200万、50万，啥物你拢无回答过。你后尾你来讲啊？好，我其实吼，我感觉认为讲，咱先回到就是一个案件的重点，吼，咱莫用家己的感想、家己的理解，因为法定就是安尼嘛。检察官认为你有罪，啊，被告认为家己无罪，天经地义，无咧算心酸诶。啊，被告嘛共款嘛，被告认为家己无罪，我嘛认为伊讲家己清白是天经地义，想法，这嘛正常嘛。民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正常，这应该。但是我对一点非常有意见。看阮调一出来就开始讲无证据，无证据，无证据，这句话一直讲。在阮法律上，我认为伊袂使讲这款话。咱安尼讲啦，伊的律师讲加对我讲这句话。检察官提出来证据800多页起诉书内底，所有证据伫咱卷宗内底，证据有，但是你会使讲，我无认同你的证据，我认为你的证据无法度证明我有罪，这会使，你会使安尼讲。但是你非常简单讲，就甲人讲无证据，无证据，安尼敢袂像敢讲你是去互人不公平嘛？你去互人司法欺负嘛？律师，我要先停喺遮，甲你请教，就是讲，要如何来回应讲，总统无介入这个官司？来2点，第一点，讲这句话的人要提证据嘛？你要讲讲，你犯罪，你安怎？你要提证据，而且总统行政权要介入司法，这是非常严重的代志。你既然要安尼讲，你要提出证据来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卡叔讲，即摆司法是偌清德伫控制。哎呦，即摆看阮哋放出来，毋得要感谢偌清德，安尼就一定是偌清德的决定咯。我是用直观来想讲，如果那是我偌清德控制，是。我就甲你定啊死！啊，无毋对，所以我意思是讲，今日若卡叔讲是偌清德控制，我是安怎帮你出来？你既然讲是我偌清德决定的嘛，安尼卖出来啊？我是安怎帮你出来？我有一种讲法就是，这个七擒明血。哦，安尼哦，甲你绑过，甲你掠，甲你绑过，甲你掠。无啦，我了解意思。啊，你真正会乖安尼。所以我认为，明血。其实伫即马这现代吼，我必须讲啦。这款话，你若讲是政治人物，你伫政治的议题，你想要安怎讲，我拢尊重，迄是你政治的操作。但是你回到咱司法来讲，这是非常无尊重。咱的司法，莫讲啥，伫这段时间来讲，猎个有去人掠无？有去人办无？拢有。啊，甚至讲你伫罢免的过程中，嘛有一寡是支持罢免的，办公是毋是有伪造文书的问题，拢有。所以我必须要讲，这是政治的操作。啊，你若甲政治操作的话，这个话头提出来讲，啊，讲咱是毋是爱有啥物人提证据出来，安怎的时阵，迄无法度回答啊，因为伊凊彩讲一句话，拢会使讲啊，伊要讲啥拢会使。你今日莫讲偌清德，啊无你规气讲是川普啊，啊我要安怎回答？你若今日是一个政治的语言，咱无法度去真正用啥物证据去甲做处理。你若今日要真正要认真要指控司法不公。会使，绝对会使，提证据出来。啊，偌清德是安怎进前要掠你，啊是安怎即摆要放你，啊是安怎检察官你嘛讲听了偌清德的，啊即摆法官嘛听偌清德的，啊若法官听偌清德的，即摆即个审判庭这3位法官头一遍3000万交保是安怎无听偌清德，第二遍7000万交保是安怎无听偌清德，所有物件其实基本的逻辑就袂通啊啦。你若讲这是偌清德主导的。偌清德有这材料，七擒明血啊！哦，安尼好处伫对，来啊好，咱拢照这个话头讲落去，对偌清德有啥物好处？我是安怎就安尼掠个放，规气去甲伊关甲死就好啊，莫互你讲话就好啊。我遮厉害，咱即马总统遮厉害，有裁调控制司法，安尼规气就掠，我莫甲掠偌清德，侯友宜嘛掠的啊，韩国瑜嘛掠的啊，你想要掠上就掠上啊，照安尼讲法，毋是同好吗？你民众党。第3大党尔，我掠你要创啊！我规气掠第2大党的，毋是更较好？所以，所有的这款讲法，基本的逻辑都袂通，对偌清德有啥物好处？
完全未通啦。来，我知影你有传资料来，文记，你讲当然看讲安尼当推论赖总统有介入司法的嫌疑。当然是有啦，吼，因为我上好斗阵啦，因为咱即马咱讲政治吼，我先爱俄罗斯柯文哲、柯文哲主席啦，伊就是咱讲的迷彩讲的，无台死我的，会互我更较强大。那就像一个查甫人，伊绝对无认输。他陈律师的讲法，我嘛有法度理解啦，因为徛伫绿营的人的想法是安尼。但美国大法官霍姆斯讲过一句话：法律的生命唔伫逻辑，伫咧经验。我即马就讲，安尼偌清楚，伊敢讲的？无啊，除非伊是咱讲简书培讲 so stupid， 但是我想伊绝对唔是。为什么伊唔是痴情梦惑？答案足简单嘛，一年来我创未死你柯文哲，你看到检察官所有的卷宗，迄900多页，我有就讲一个老师吴景清1/3拢是废话，都是传闻证据、性格证据啊！今仔奇怪，为什么放出来？对赖清德伊是一个政治人物，伊的一个名。政治的操作，为什么？即马若是法度甲放出来，你看柯文哲出来哦，安尼去匹配叫，伊希望讲，若是万一柯文哲的个性决定伊的命运，若是甲蓝白合，伊若是突然个擦枪走火，伫咱即马民进党的票源30几%。国民党30几%，民众党不管20%、啊，就是我意思讲，伊会使伫即内底蓝白若分裂，对伊来讲，对伊的202甲208是有利的。所以但是你睇下讲，法律唔是来自逻辑，是来自经验。我来举例，经验是什么经验？来，我讲互大家听，我讲无，唔是讲我好笑，各位，咱伊啊，赖清德总统伫进前，嘛是伊就恁。讲今仔日大法官若讲了无好，青鸟会飞出来。大法官提名2届失败的时阵，你看伊民进党的党团安怎讲？啊，这无法度执行阮民进党的政策，所以这嘛是一个证据。佮上新大家来看一下，咱看筹版。咱若是讲阿扁啊，进前叶盛茂，迄个去人认证的国际的贪污犯，甲即马法律诉讼都进行当中，咱的清德兄，咱的清的。去看伊，甲挨说住。我先莫讲伊好笑，啥？进前伊讲过哦，伊要赦免阿扁哦，你袂记得这件代志哦。啊，但即马阿扁个有案在身的状况下，你讲伊去看伊，你会互人想入非非无？有迄个嫌疑无？所以我讲，咱是你头讲的合理的怀疑，咱看到伊即马所做的，你讲来，我讲2个例子。这是时间上是毋是看伤长去啊？无，咱是讲，我讲咱看一个人是看伊的长度，就是一世人。你看林炳文搁有迄个陈启玉，你看赖清德讲过什么话？我就讲，你即马去受伊，对伊来讲。伊唔是法律人士，但是伊一定想要去政治操作。咱来讲，即马英九之前去段落就好啊。伊甲即个咱的法务部长，甲即个司法的这个关系，去拜甲王金平的代志，安尼算做有介入啊，无介入。我认为，所以迄个叫做黄什么，那个黄署长。把法务部长一定想关起来啊嘛，上尾是无起诉，反正有唤醒，所以伊一定付出他应有的代价。无代志啊，无对，但是有无哦？你来看伊的无代志是伊认罪哦。安尼算做有介入啊，无介入？我当然认为有啊，当然有，所以他们各自付出了各自付出的代价。但是伊介入了后，对，伊佫无代志，所以伊哪会无甲定死？你是讲赖清德为啥买啊柯文哲定要死啊？定未死啊！你想看？我讲实在，定未死就表示伊无控制权呐。无定无死，甲伊迄个心想要甲定要死是无共款的。你会使讲伊有心要控制，但是控制袂掉啊。无唔对，伊无受到伊的检察官。安尼就唔是伊咧控制司法啦。伊想要控制，但是伊无受到伊的下骹手人办代志。你唔就讲出答案啊？安尼讲就是无。你唔就讲出答案嘛？安尼讲就是伊无在无，这无共款，这2个名你无误解哦。这逻辑是，我想要控制，啊，所以我即马我讲，你说咱唔讲实质影响力，有当我塞一个目皮，你就知影我想要创啥。你台湾家，你只塞一个目皮，我知影你想要创啥。你即马只系检察官，咱讲到林俊彦，我搁举例，你林俊彦嘛，为着要甲微金小姐讲，你去教柯文哲，甲你讲哦，我去看病院看你。法文有法文，迄件代志大家会记哩无？所以你讲你要对台湾的司法有信心，以赖清德即马做到总统这个关度啊，坦白讲啦，你讲
哎个我亲身热心甲你亲自甲你安尼讲，我的档次咪伤低啊，所以我讲赖清德伊希望伊会想要安尼处理，我头先讲的这几个例子。你这个卡本吼，你台大老师拢有听到吼，老师你来评论这个卡本写个安怎？基本上啦吼，我是讲大家拢有使各说各话啦吼。因为对我来讲啦吼，我是感觉讲咱台湾民主自由已经30-40年啊啦，1990年代到今啊啦。基本上我是无认为讲司法会使讲下行政权安尼来控制啦，吼。啊，上重要是，吼，我想大家拢知影，司法是一个国家最后的贞操啦。你什么代志到上后壁，你拢爱司法来做最后的判定。啊，真正是讲，大家拢一直安尼讲什么司法不公，司法会使吼选一个进动，然后进动就会使控制司法，安尼咱都毋是民主国家，咱毋是自由的国家啦。啊，咱台湾的民主真正是安尼的状况吗？基本上我无认为啦，吼。所以我个人认为啦，吼，大家拢会使为了家己的权利去争取，吼，柯文哲伊争取伊的权利，我拢尊重，吼，每一个人犯罪的人当然会争取伊的权利，这是伊的权利，吼啊。法官、检察官，伊要甲伊起诉，伊要甲伊判决，你拢爱写一个起诉书、判决书。起诉书写850几页啊，啊，你也真正有去看，啊，有证据啊无证据，人民家己会使去看，会使去判断嘛。但一般人民都无咧看啊。我希望大家去看啦，吼。啊，这个麻烦啦。法官嘛共款，法官嘛一定要有判决书嘛。你毋是讲像中国安尼嘛？你中国你免判决书，你甲人关半年、1年拢无要紧嘛。你看复查去中国半年无消无息，对。啊，无啥物判决书，到底伊是关于倒位？到底伊是为啥物行关起来？半年无消无息。咱台湾毋是讲像中国迄种无自由、无民主的国家嘛？你要甲人关起来，你40日休息以后，你一定要有一个羁押的理由判决书，这个理由书嘛。啊，你有要相信，无要相信，啊，这咱大家看这判决书、收押书，还是讲这起诉书，咱这拢是公开会使看的物件嘛。啊，我是感觉讲啦吼，咱一个国家司法的独立、司法的公信力，是一个国家能够稳定非常重要一个代志。好，啊，我是真希望讲这种司法的独立性，吼，司法的公正性，卖因为讲这样一寡案件，然后来拍破。你虽然是政治系啦，吼，但是我看法律的代志有当时嘛爱政治来处理，吼。所以我就讲嘛，就是讲你也是讲认为讲司法不公，啊，你爱提出证据，吼，啊，你也无证据，啊，就像我拄仔讲的，咱是一个真公开透明的社会，咱有起诉书，有羁押书、有判决书，拢是公开，大家拢来去看，吼。啊，那政治面吼，你会建议赖总统除了发表这个声明，吼，这总统府的回应啦，攻击元首或者是污蔑司法的方法，无助于厘清事实。安尼啊，讲安尼啊。我是讲赖总统敢会当搁做较济一点啊？我认为赖总统伊也无法度做什么代志，因为伊代表的是行政权，伊无可能讲你去讲什么话来对这司法权去讲什么话，还是讲什么期待判断。好，啊，赖总统伊前天嘛讲过啊嘛，咱台湾民主实行遐久啊，咱已经是行政司法相互制衡独立的一个国家。你讲以行政权会使介入司法权，赖总统是讲，真正咱台湾是无可能有这种代志。好，那你也是讲40年前，咱你戒严时期，啊，你有可能。啊，你这听起来就无解啊，因为恁挂主席就是出来就是讲啊。我补充一句话啦吼，因为赖清德伊毋是正常的人，为啥？我记得毋是正常，伊是政治人物。你喊你看咧讲726、823这个投票出来了，结果出来，伊讲无一方的胜利，嘛毋是另一方的失败。我有讲哦，伊这个悬度足悬的，艺术成分含金量足悬的呢。我意思讲，所以伊无一直认为伊唔对哦。甲前日咱送出去2026年的总预算哦，对咱迄个所谓的军人的条例，伊甲即摆伊根本就无想要甲朝野和谐，无要和解。所以我讲赖清德，你讲伊到底伊做的这个代志，到底创啥？对我来讲，解答就是讲，这一年啊，我无法度甲你看问题，甲弄既然无法度甲你弄互死了，我来你讲，干脆我甲你绑，互你出来乱，这是伊的目的。啊，当然有法度达到无？这是个另外一个伊后壁来操作的手路看啊，伊去安怎操作，啊无
跨文的，甲即马咱讲这个吴景清老师讲的遐个法律上陈佑兴李家，我跟你讲，坦白讲，你很难说服大家，因为就是一部科幻小说。见解，但律师无一定安尼认为哦。我无认为，因为其实真简单，我感觉伫法律上，这个案件的定序是非常正确，嘛足正常的。其实这10几年来吼，政治人物若是犯着一寡案件吼，真罕的伫起诉了继续羁押呗吼，非常少，大部分起诉了拢是放出来。所以伫这个案件内底，柯文哲同款，一开始法官是要互伊出来，谁那尾啊，佫又佫压落去，是因为伊甲证人接触嘛，伊开会嘛，啊佫公开嘛，吼记者采访嘛。我讲到这吼，所以律师是，伊佫去用看到，加这木可案的这个证人陈志涵是同行去用告发，啊，所以讲，我讲的就是，即马就是我嘛必须要讲，柯文哲一直用一个所在，我认为伫法律上，这大家应该拢知影，甚至在场的所有人，我认为心内拢有数一个物件，啥物？这个羁押甲判决是无共的物件，甲审理是无共的物件。羁押其实敢若要管2件代志哦。你有可能逃亡无？你有可能串证无？若无这2项代志，你就应该互放出来。无毋对，这就是羁押的重点嘛。敢有咧管你有罪无罪？无啊，法官后壁才来判啊。所以今日柯文哲出来的时阵，你到底是咧讲啥？你是咧讲你有罪无罪的代志？我尊重，因为你是政治人物，你爱坚持你的清白，啊，你爱甲你的支持者讲，这正常。但是你若要讲羁押，你爱甲伊讲的是，我进前去互伊压落去，这1年的时间，你认为司法不公？啊，你回答一个啊，啊，想要要串证嘛？想要要甲证人接触嘛？这才是正常，这才是正常的回答。对，这才是正常的回答，因为法院自头到尾嘛无认为你会逃亡嘛，伊就是讲你甲证人接触嘛，是安怎这边放出来？时间点甲这是不是完全逻辑一致？是哦，法官讲啥？重要的证人咱拢问了啊。无需要啊，就算讲你出去搁接触，其实讲起来袂改变啊，证人的讲法袂改变啊，所以无要紧啊，你会使出来啊。所以自头到尾，法院的态度一模一样，法院的原则标准一模一样，无因为你是柯文哲就较严格，还是较严，拢无自头到尾拢共款。啊，一直你讲有罪无罪，有证据证明我有罪，羁押敢若管有证据证明你是毋是会甲人串证啊？来，主任，互你补充下来。我来补充一下，刚刚律师有讲吼，法院自头到尾态度拢共款。我要甲大家报告的是，法院态度是无共款的。一开始伊交保，迄是高院裁回，过来3000万，过来7000万，上尾啊第3届，甲羁押起来。一开始甚至迄个法官是无保请回，所以我要甲律师讲的代志是讲。一个种啊，那大家有看羁押到上尾啊第3届，伊个羁押书的理由是讲，因为高院一直驳回，所以无法度进行到伊审理的申诉，伊一直要开羁押庭，因为伊个放出来，伊个讲袂使，高院个驳回，北检个抗告，所以法院的立场其实伊是要尽速来审理，伊毋是因为讲伊真正安尼，你有逃亡、有串证的之余，甲约起来。一开始哦，咱来想去年一开始的时阵，歹势，我甲你拍断者，若无逃亡还是串证之余吼，对，好，咱即马来看，咱即马来看，根本就袂使啊，所以裁定一定有下啦，无啦，你袂使讲无，因为你安尼讲，大概误会误解，裁定一定有下，我即马要讲的是讲，我即马要讲的是讲，即马咱来看的是讲，是安怎长出来，伊的话讲，伊感觉司法不公，啊，咱即马慢慢来看。甲我老师嘛有讲啊，这一个证据上面顶，其实讲实在话，伊是讲啊，这证理到底司法局帮有证据无？我甲大家报告是讲，这项证据人民的心中拢会知。无啦，主任，这咱拢知影吼。一开始我互你讲真济，就是人民心中有一把尺，有一把尺，这咱拢知吼。肯定这种讲法，但是我要问的就是讲甲其他的证人去用看到共济刑，这是好事啊，歹事啊？我甲大家报告的是讲，即马法院有讲袂使接受的人，伊其实有讲，伊袂使接受的人有徐府、有黄珊珊、
有那个周瑜修，其他人其实法院无限制嘛。你法院讲出来的代志，个无限制嘛，所以伊即马抓到的是，你即马讲的，今仔新闻出来讲，甲谁接受？问题是法院直接讲出来的人，就是遮个人啊。哈，伊无讲到陈志涵啊。OK， 这个有甚至有改观吼，所以他都话陈律师来讲啊。有啦，主持人这点，主任讲的是无毋对，因为这点我嘛认同哦。其实我是认同，是安那？啊，头前证人证拢问了啊，无需要啊，你搁接触嘛无差，伊伫法庭讲的话，甲伊进前伫检察官、警察讲的话拢共款，啊，廉政署讲的话拢共款，所以无要紧啊。你就算讲搁接触，无改变伊的证词啊。但是吼，他拄仔文琪讲的这个卡本吼，我真有兴趣，就是讲我挑工甲你放出来，互你拿变吼，搁袂下，搁你拉到天翻地覆。但是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啊。人有人讲，我郭文哲我无咧讲，我先来去选高雄市，选了条，而且头早咱搁看，人这瓜子温，佮讲，咱哦2/3拢生瓜，真好，啊，就可配，安尼偌清这煞袂晓算。我讲实在啦，你认为这个卡本，你嘛是定义定咧政治权你内面？对我来讲啦，哈，即摆偌清德啊，伊对我来讲吼，我咧看非常人，无伊非常人，因为伊即摆我来用伊，咱若用中国大陆来讲内卷，其实伊的心理状态。你袂使安尼讲伊非常人，因为咱若袂当解说的物件，咱就叫伊非常人。我嘛会当讲瓜主席是非常人啊，因为伊安尼才用着。无，因为你看伊的手啦，我先回答一下，讲伊是毋是这个剧本？我甲你大家报告，莫讲我神预测，进前头我甲佑新报告，上无第一届726甲823，我第一个讲24比0嘛吼，我先莫讲这，我讲你讲司法为什么台湾人民的拢无相信？为啥一直甲即摆司法改革？咱莫讲共谍案的迄个交保的金额、甲年数、甲看问题，台湾人民会感觉怪嘛？啊，包含你讲所谓的迄个联署书，党国去人联署。进前难检，那雄检嘛，讲啊，这民团无法度做到这个检核的程序，啊，你讲一个台湾哪有两个司法的标准？所以我讲台湾人民即摆怀疑讲赖清德是毋是甲手伸入去？你看我头讲的遐实际的例子，大家想讲赖清德既然遐个代志有法度安尼处理，对柯文哲有法度安尼处理有可能。但是你讲今仔高雄市的市长，伊讲要甲乱做，我认为柯文哲无遮戆啦。哦。我是讲，伊讲伊毋是讲伊关伊起来伊咧想讲啊，我是这人是毋是想阿爸是毋是霸气是吧？咱即摆是讲个性决定命运，伊是有法度真正考虑到讲过去这8年来，我做市长，搁关这几年来，我的这个人的人格特质，我真正有改无改，是决定伊后边的命运。我坦白讲，对伊来讲，人在风中，舍我其谁？毋是咱讲风速125。我的意思讲，你看到伊即摆的这个表现，伊嘛知影。蓝白合伫2024无合，伊即摆是安怎去人创，去人安怎追杀？所以我认为伊内心深处，其实伊知影伊若无甲所谓的蓝营合作，有可能阁继续去民进党抄家灭族。这嘛是因为赖清德伊巧，伊即摆想讲，既然我正面的、内面的无法度甲你创互死，因为我看到法官、迄个检察官，我讲实在啦。因为佑庆，我看到吴景清老师还有很多法律专家讲的啦，你迄个性格证据、人事证据、人事实地物，你无法度提出一枪毙命。我无看柯文哲哦，柯文哲伊若真正做了违法的事，该死就死，乖乖就乖，咱无欠任何人，咱无需要去有任何颜色 PUA 绑架，所以你提出证据，一年你提袂出来。文琪，你讲一条啊，你认为讲伊咧踏脚踏车啊，摕到迄300万啊，300万的下落好处，啊，甲包括着即个邱佩林，伊摕着迄个钱，伊嘛讲实质啊，这是毋是侵占公益？来，咱头讲有单独15讲的4条嘛，一个就是咱讲图利罪嘛，一个就是收贿罪，一个公益侵占，一个背信罪嘛。这几条你讲300万，啊，佮打迄个卡达车200万，我拢认为该查。但咱即马咧讲哦，不是啦，啊，这是你认为这有罪啊无罪啦？
我认为的一切按照法律，所以我讲我无要回复柯文哲哦。但你所以你检察官，你无要保护伊啊，但是你认为你的直观啦，因为你就会讲直观讲大总统有介入吗？伊收这个物件伫政治现金有瑕疵，但是瑕疵是咪讲哇，这个罪重甲讲你爱甲安怎收啊？其实你讲到政治现金，我嘛知影这是民众党即摆的回答方式，但是你知影这钱会出一个问题，是安怎有倾占公益款？因为这条钱政治现金袂使收，伊应该爱互民众党，啊，互民众党伊若佫家己摕，就变倾占公益款啊。所以你若安尼讲的时阵，伊毋是干那政治现金法的瑕疵啊，伊变做是，就是即摆检察官起诉的。我是期待啦吼，咱的这个北检的话都甲陈佑兴吹去吼，就一切依法论法，卖讲讲者，我赞成哦。就是讲，咱即马若是讲陈佑兴律师伊讲的是一个正道，你就是要互。柯文哲一枪毙命，我一点都不觉得。无啦，我唔是讲一枪毙命啦，不教育的办法去做。我的意思是讲，啊，伊就唔是一年下子白下下啦。我若讲一句较粗鲁的啦，台湾无任何的颜色是。袂使安尼讲，咱就是就事论事。所以我讲，无伊若是真正强在。我看你下次嘛有拍打。我嘛会使安尼讲啊，但是我唔是，我咧讲瓜问题的时阵，咱就直接来讲瓜问题，所以我讲，对不对？伊若是真正这法律追出了实际的证据，就好死，我无意见。无啦，唔是免甲死啦。我这个死是一个形容词，该判就判，该判就判就对啊。嘿啦，但你检察官你法律，你有迄个专业，啊，你办甲安尼不得不切，去人叫民众党讲啊，迄嘛唔对，迄嘛无错，啊，唔是你北检甲你下西下检，我是讲伊甲你爱拍拼啦。你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。北检甲即马提出来300，迄个900呀，去有人讲1/3，拢是废话，拢是传闻证据，拢是性格证据，都是在设想。啊，你敢好？因为今日因为敢若有心来啊，尔吼，伊下厝咱来请另外个立场较无共款，见解无共款，才通好好辩论啦。今日伊就主焦吼，就咧讲，华主席从此以后，伊会安怎来做？因为看起来。伊去用限制自机出境出海8个月，意思就是讲8个月了后，这个案可能就爱终结，爱破坏啦吼，这就一个，所以伊个8个月的时间哦，老师，这个8个月的时间，咱即摆甲算起来，也未选举呢。不，这应该明年2月都差不多一审宣判啊。好。啊，我相信伊今应该是争取讲卖破展英雄嘛，伊破展英雄有无法度选总统啊嘛，哦啊，伊现在可能。无人佫一说讲，哪边要斗阵来收这个10年啊？对啊，伊也是讲会使争取讲展英下，啊，伊会使选总统，伊使选总统，伊就会使甲蓝营来谈判，讲要安怎蓝白合还是要白蓝合嘛？啊，对柯文哲来讲，我相信伊当然是想要选嘛。哦，导致讲伊无法度选，一定会派人出来选嘛。因为对伊来讲，伊无就应该相信讲，伊既然是讲蓝白合在一种耐心的拉下来，啊蓝白变成中央政府，伊的司法判决伊都有利嘛。哦，依照伊的逻辑是安尼嘛。哦，因为我是刚刚讲基本上吼，有其讲的我是拢尊重啦。吼，吼，第一讲，大家拢会使做一寡政治联想，拢会使离咱家安尼一寡政论节目。甲电视台人来讲，这就是咱台湾民主晋级的一个珍惜的地方嘛。咱会使从咱家己想法，对于中央政府的一些批判、怀疑，咱大家使讲出来。啊，有道理啊，无道理，人民家己来判断。吼，咱袂讲像北京安尼，哦，你连讲的机会拢无。吼，所以我是刚刚讲，吼，你反对党要做一个怀疑之疑，伊有这个权利，要讲有道理无道理。安尼喊人民来判断嘛，这种民主的真谛嘛。这爱问这个民众党的这个态度啦，吼。即摆当然大家还佫无时间通好想讲，一步要创啥？只要讲好好啊，2026好啊选吼。对恁来讲，瓜主席若出来，譬如讲你若要出来选，是有帮助啊，无帮助？第一点嘛，咱讲实话哦。讲实话，我先讲的是讲，我老师讲，阮争取是讲10年以下讲，毋是阮要争取的是无罪吼，这先讲一下安尼吼。
老师讲两项啦，一项就是讲修法吼，看会当，看人家修到免有这个限制啦。应该是讲，阮要争取的就是无做啦，这是阮的立场是足清楚的，是安尼。对瓜主席来讲安尼。啊，第二点来讲，其实瓜主席出来了后，阮昨其实规个支持者拢上重要的代志是讲，要互瓜主席第一项代志，伊先去看伊妈妈。因为妈妈身体嘛无好。第二项代志，伊上重要就是伊家己的身体。伊伫咧内底1年，啊，佫有去开刀，阮其实拢毋知伊的状况，所以上重要的是这两项代志。过来第三项代志，对阮来讲，其实嘛足清楚的，就是讲伊国像我甲我讲嘛，要争取无罪嘛，所以伊要专心去面对这个官司。啊，对阮来讲，要争取地方2026，要争取地方，甲争取县市长首位的这样代志，本来就是阮咧做的代志。甲高文县主席有出来无出来，讲实在话，阮本来就爱做。这你咧讲的，对阮来讲，有差无差啦。对阮支持家来讲，高文这主席会使出来，对阮来讲，当然是一个做大的支持，甲做大的鼓励啦。对。啊，问题是这样的代志，阮本来就爱做，阮本来就爱争取灵动，这是无关。拄啊，你这讲的，还怕不是我的，是我强大哦。对。我讲实在话啊，所以。主持人啦，一直咧讲啊，其实大家吼，老师嘛讲，啊，大家吼心内有一把尺，会去做。我相信台湾民主进化到即马，人会去看讲你到底做啥，你到底有认真做无？你到底你本来开的支票，你有开，你有甲兑现无？这是台湾即马民主进步的所在。但是我必须要讲一句话吼，对经验来看吼，选举的结果定定甲司法的判决，以及这个人有罪无罪，是无真绝对的关系哦。我会当记足济，自盘古开天以来拢是这个意思哦。我了解。这是加着小马本来了。对，我了解。问题是我相信台湾人民的智慧。即摆其实台湾人民是一直在进步的。所以像咱甲我讲的，遮尔侪代志，老师讲，我是真正希望讲，唔那是台湾人民进步，因为司法嘛是人民啦，啊司法嘛爱进步啦，啊到底司法是爱做啥物，才会当安尼，互大家会才相信着。这我老实讲一个代志，甲大家做参考啦吼，因为我做律师嘛18年啊吼。是安那司法的这个大家对司法拢讲无信任，足简单，真正足简单，代志无遐复杂。我一个月来问我，可能几60件案件，啊一年落来可能差不多60、70件案件伫办，足简单啊，一个理由啊，判落一个赢一个输嘛，输的拢无相信司法。一个案件判落一边赢一边输，输的全部无一个讲对。判了对，我做18年律师到即马足少呀，足罕的。捌拄着 KO。足罕的。啊，因为我判得足好的。嘿啦，判得足好的，我输无唔对啦，我就是应该爱输啦。这有影。我爱讲，一个拢无啦。意思啥物意思？台湾的司法若大概是这款态度，民众的司法法律的观念，若是这款态度，讲到尾啊，司法无公平啦，至少50成的人无相信司法嘛，是毋是安尼讲？因为一个案件落去，就是一边赢一边输啊！你看过倒一个输的人讲，我输了真好，这法院判了真正确，我要讲白贼拢可以发现，有无？一个都无啦！你要啊，当台湾即马这人民是对司法这款想法，我嘛甲你讲老实话，我公开讲我嘛敢讲啊，大家拢是安怎想的？啊，无看会啥，佮加偷一次啊无？哈，加骗着一次啊无？那100万啊，啊无佮加10万、加20万无？大家拢是这个想法啦，自私的想法。我要赢代表公平吗？无，只是我要赢就好。公平无公平无我的代志，我爱赢。我若输，法官无公平，法官对我无好，法官对我有意见。安尼律师你安尼听起来就是。所以我认为，司法家己爱尊重家己，唔免去家己做，袂像甲服务业咧。搁爱互你满意，搁爱互你送满意，免。司法就是啥标准提出来，我法律提出来，就像拄仔讲的，要羁押，是毋是有串供，是毋是有逃亡，有就押，无就放。迄个时间有啥物证据证明有，无就放，免讲遐济，
一定不满，压都有人不满，无压可能另外一边的嘛不满，唔免去管人不满，永远无法度解决。但是你爱互人会甲你挑战，你讲了对唔对？但是即马动不动就讲到总统呢？总统迄度搁另外啦，总统司法可能骂。心内有数啦！你看较早法官也无凊彩，互人骂拢无要紧啦，对吧？我甲陈律师补充一下，我认同啦吼，但是咱若是讲照伊他讲，有一半的人输，一半的赢，因为赢的拢讲哇输啊赞，啊输的拢叫甲无来去嘛，对无？啊上无你安尼来讲，你问讲咱台湾人民，你对司法有信心无？照你讲爱50%对50%嘛，因为我输赢嘛，但是你去问大部分的台湾人民，为啥拢是7成外、8成外对台湾的司法无信心？这个咱爱去思考啊！我头讲啊，为啥标准有提出来？我头举熊检的联署不实联署，迄标准就是一个台湾两个世界。即马我感觉重点是啥？为什么我们要不要支持无罪推定原则？罪疑为轻，咱就是相信这是咱爱行的法治，这两个原则，你第一咱做互阮看。即马重点就是容积率，即马人讲哇这。金华城安怎？大家卖袂记哩哦，高雄的代志哦。为啥即马大家拢无讲？所以即马容积率到底法律的所谓的法律鉴定人跟事实鉴定人，我希望啦，即马不管是柯文哲的团队，还是北检的团队，恁就好好啊做这件代志。你提出真正的证据，互大家无嘴讲。我今仔嘛讲啊，原来柯文哲真正有罪，咱就甲关起来。但是到即马为止，咱总坦白讲，你讲一年啊。你有看到北检提一个？你讲的这个疑点吼，我相信在过去的这个政论节目拢有人提出来，吼。但是我嘛真侪疑点啊，你感觉你是咧惊什么啦？感觉你就转来啊？你若清白，你就转来啊？你互恁的头家安尼甲压伫内面，安尼真甜？这个我支持哦，这个部分我支持哦。伊是咧惊什么啦？我这当然要问咱陈主任啦，但是我的意思讲，袂使，我的叫啊，善情未巧。我爱讲哦，咱今仔检察官北检这个执政机器来，就因为一个橘子无转来，柑仔无转来，啊，这来证明，嘿，偌济拢无法度甲柯文哲甲定罪。讲实在啦，啊嘛伤悍嘛啦。我意思讲，伊是一个节点，但是你若讲因为一个人就无法度。这就真正可怜啊！所以我讲，咱今仔看伊提出的证据。这真歹讲啊，剧情精彩一无过一无啊！关键的人物就是伫遐上后尾拢无出来，这嘛是卡本啊。其实安尼讲啦，大家讲柑仔无转来，柑仔无转来，我即摆来讲一个人。柑仔有转来？唔是，柑仔其实伫咧中间，伫咧8月份，去年8月份时阵，伊其实有转来，转来看喙齿。这伫咧法庭内底拢有讲，吼。啊，搁第二项代志是讲，今仔日昨阮瓜主席嘛讲到一个人。无啦，其实有转来嘛是搁出去啊。系啊，我要讲的是讲。你要甲我讲啊掉。昨瓜主席有讲到一个人，伊个人叫做伊的同学叫做李文忠。哈。伊其实甲金华城案拢无关系。哈。伊的关系是，包括律师讲的吼，可能是木可案，吼，可能是政治现金案。伊甲金华城案根本就无关系。问题因为伊无关系，伊一个简讯尔。可能关11个月。我要讲的是讲，这个是咱甲我的文基兄讲的，就是讲，这互人心内感觉安尼咁对，所以怪怪啦。所以甲我讲的，讲我嘛认同。今仔你若是伊若要转来，要转来，我嘛做尊重的。问题是伊是伊的个人，对我来讲，我嘛无啊，即摆主席出来应该干嘛转来哦？啊，若转来嘛，真要搁去用关11个月，袂使安尼收啊！我感觉作用无共呢。咱爱回到司法来看，其实真的作用无共。感觉无对检察官来讲，好，我有别个证人，我有别个证据，对吧？我会互你有罪，这是检察官的工课。但是咱这摆咧讲柑仔是啥？迄是对柯文哲有利啊！我会使叫柑仔转来，伊会使作证讲，我这钱我无摕啊，这钱应该该伊对，摕伊对，这是对伊有利啦。所以其实是这个意思啦。所以平常的意思是讲，啊对你有利，咱袂叫伊转来。叫伊转来呢？应该是对你有利啦。你若清白，你就叫伊转来啊！讲实在话啊，检察官嘛爱先甲1500万钱吹出来啊！啊，伊即马个吹波啊，是就回事咯。我感觉是就回事，你来自证。清明讲，我是清白的嘛，是不是安尼？但是这我上后尾吼，还是请教甘老师吼，在政治的这个攻防顶头，要讲安全，我感觉这就天经地义。
吼，但是有当时影响到诉讼的进行，甲诉讼的这个结果哦。这对柯文哲来讲是有利啊，不利呢？基本上我是感觉讲，咱台湾的司法啦，哈，至少我家己认为啦，已经有相当程度的独立啊啦，吼，伊袂讲以后要选举要搞啊，吼，然后我只有我彭东生我就无要甲伊带来问，还是讲选举要搞法律进度我都要甲伊绑，吼，基本上我相信这过程中，我感觉讲司法是十分算独立的啦，吼，嘛公开啊嘛。你被羁押，你被判决，你被起诉，你网络上都能在看到所有的起诉文、那个羁押文了嘛？好，然后三审三治，好，三审制度，这已经是相当对人权的保障了啦。好，啊，你也是讲安呢，你可要找一些问题，啊，这大家都尊重吼，因为基本上一定有人输，一定有人赢，啊，输的人当然但就政治的计算来讲。这是好事啊，歹事？不，问题是讲我是无认为讲，真啊，司法官有一种政治的算计，伊到底要不要羁押，还是要不要判？我相信伊有家己独立的一个思考判断的过程，伊袂受到底现在的政治局势安怎的状况，然后来决定讲我是要安怎判。这是我至少我家己安尼认为啦。哦，啊不去。这安尼算起来，我也是要问你讲，伊主抽伊贸易来算起来，伊是拢感觉这排算盘，拢排卡车边拢稳赢的吗？还是讲我已经无路，我就要可以搏到底？我认为就是讲，所以我讲伊是一个非正常人，但这个正常人不用负面解读，就是讲伊即摆思考是为着伊家己，伊进前去蔡英文的地卡。我讲郭主席啦，郭主席对伊来讲，伊即马出来，我来讲，我若是伊，我的电子脚镣就是我后边上好的文宣武器，我就去世界甲讲，你提证据来。所以我讲，对柯文哲来了后是一个重点。伊出来了，放伊出来，咱讲唔是不晓得会不会纵虎归山，但伊后边的操作会决定后边蓝白河的成功。你讲伊卡了，对了，我你讲，电子个啊，伊出卡了，我就出一个干嘛？一个干嘛东西瓜，这就是咱这个节目存在的必要。就是讲，这个剧本啊，拢发生。柯文哲伊后边安怎做，赖清德安怎做，国民党安怎去看这个柯文哲会安怎影响到因的后边的提名，这就是政治好看所在。你预测者？我预测啊，我坦白讲，我认为柯文哲上尾会甲蓝营合作，但是什么人正，什么人负，我唔知。但是我无认同一件代志，蓝营嘛，无一开始就讲足摇摆，我是老大，我即摆大党，恁就一定爱负，无即项代志。我讲游戏规则只要公正、公平、公开，你有大家输了，服气，什么人正，什么人负，咱就照规矩来做。伊对赖清德来讲，即摆加一个重点，我的盘就是安尼啊。第726、823结束了，我知影我的盘就是安尼，我唯一会使个。单兵骑兵取胜的部分，就是让蓝白完全不合，各个击破之。所以我讲对赖清德啊，伊即马伊上尾，你喊你看一个总统，本来咱拢是做到上尾一年开摆卡，喊你看一个总统做一年哇，啊就倒行逆施啊，大家就感觉这样不得不切。我讲实在啦，伊爱去检讨，伊到底做什么代志，互咱的国家。就是柯文哲讲的4分5裂，你连你家己的人柯建铭你都搞不定啊！为啥所有的人今仔你看到邱意莹咧讲无？伊啉咧柯建铭1年外，而且民进党到底是较早喺过去清廉勤政爱乡，唔是啊？这咱另外一集咱好啊讨论。吼，这我会请吼有心律师吼，是来以前讲刷落来，因为这还佫有继续咧调证人，其他的罪吼。是。8个月之内，敢有通通来结了。照正常的时间点，其实我甲老师共款，我认为其实年底就差不多辩论终结啊。明年2月过，因为辩论终结了后，搁2个月，就一定要写判决书出来，所以差不多明年2月进前，应该就一审的判决书都已经会出来啊。有做无做，迄当时拢已经知影，判偌久拢知影。所以这是正常的，即马莫讲正常啦，其实是非常优待啦。因为咱一般人的案件无遐紧，吼，这复杂的案件无遐紧啦。你讲后壁即摆的证人来讲，其实已经甲一寡较主要的拢较无关系啊。其实这案件内底同主要
几个点啦吼，咱嘛该补充一下啦，就是讲，若今日我是柯文哲的律师，其实伊的律师拢真优秀啦，所以一定是有伫拍，就是讲法庭一定是有伫拍重点，伫攻防，但是伫外口讲另外一回事，这我嘛这我认为嘛是正常啊。你要甲法定的物件提出来讲，啊，你政治上就无效嘛，人听无，啊乱七八糟。所以，但是这个所在就是讲，我感觉政治人物要有一个公正啦，就是讲你要做政治攻防，迄正常的代志，但是你莫用这个物件甲污蔑司法，讲司法安怎做安怎。我有感觉伊本来写的迄个文章，伊出来的时候，伊就照迄文章讲，是，伊拢无讲甲其他的哦。对，这就是我感觉伊有咧切哦。谁拢爱切？因为你嘛知影法官即摆已经伫整理啊，开始准备收尾啊。你这个你伊的心情啊，心情。黑白讲甲案件的代志，到时影响着嘛无好。所以其实心内有数嘛。你即摆就咧讲政治语言嘛，你其实甲法律无关系。法律要讲的是啥？这物件其实即摆重点，咱较重点。法官讲啊，不一定是违背职务嘛，嘛有可能无违背职务嘛。啊，过来收贿，代表法官嘛有认为可能有这个可能性。过来7000万要求要用柯文哲的名，代表若准公认为以后有犯罪没收犯罪所得，这个可能性拢是存在的，这是。